陪伴台湾大人用台语来学台罗音标。第10课是八片声服务音。第21I 该歹。第22赢第23枵第24样第25乖第26换第27回第28开综合第21爱囡仔该叫歹摇饲第21影毋知影拼输赢飞第23枵第24样鸳鸯某山羊第25换着关门学馆第26换马换饭碗早碗第27话掠趁花爸爸花直掠趁花爸爸花直掠趁花爸爸花直第28开活艰苦头看活尾